同志们，再有30分钟，威尔逊号邮轮就将抵达香港。我们公安部这次搞的这个鹊桥行动，就是为了保证国家水利工程最为关键的一步。队通过闸口过关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香港，请依次排队通过闸口过关。你到香港做什么？设计一个商业工程滞留香港多久啊，5个多月。你是内地人，是不是途经香港回内地？我一直在外国定居，就是来香港工作的。你出了码头，在马路对面，会有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、手里举着写着塔维市的牌子的人来接你。先生，您是来自塔威市是吗？是。季先生你好，欢迎来香港。我想先吃点东西，德悦楼的生煎包。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先生，我是不会认错人的。您姓季，叫季丹阳。你真的认错了，我不姓季。他们已经盯上我了，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回国。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资料，我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加密，只有你我才能看懂。记住，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，
绝不能交给任何人，更不要翻译。上次跟你说的那个，我已经老板，如果码头接头失败，还有第二方案。8点半，到达酒店大堂酒吧，左手窗下第3张桌子，会有人在那里和你联系。看样子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。您是来这边会朋友？不，我是来这边公干的。香槟再好，不如家乡的女儿红好。德月楼还有生煎包卖吗？德月楼换地方了，水生记的灌汤包，要不要尝尝？我是叶夏，专程来香港接您的。季先生，你是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，漂洋过海回到香港，您的这份爱国之心，我们非常钦佩。今天在码头你也看见了，有人对你图谋不轨。你看，其实这儿也是危机重重。8点半，到达酒店大堂酒吧。季先生，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。你后边看报纸的人，他一直在盯着你，还有那边举着酒杯的人，从我进来，他们2个一杯酒都没喝，还有吧台那些人全部都有问题。相信我，只有我们紧密合作，才能尽快顺利回到内地。先生喝一杯吗？或者可以请你跳支舞。抱歉，你来晚了，他有舞伴。季先生，我们走。你很清楚你包里的东西有多重要，为什么码头有2号人都在接你？你的行踪，你的接头方式，一切都已经暴露了。季先生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都会保护你。走。我们去哪儿啊？音乐还没停，怎么不跳了？女士，你挡住我们的路了。是吗？去哪儿啊？反正不是去你那边。不管去哪儿，我相信季先生总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，对吗？你知道我？当然。季先生，我是来接你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你们台湾是没人了吗？居然会派你这种人来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拿到情报的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啊。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为什么会出事？这么说，你们动了我们中间人，难怪我们的行动会暴露。你们把安文山先生怎么样了？你还真是会贼喊捉贼，季先生。我希望你看清楚现在的局势。
你听着，不管你们有多少人，今天谁敢拦着季先生，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。小姐，能请你一起喝杯酒吗？不打扰二位的美好时光了。再见，季先生。来吧，跟我走。咱们走吧。到底去哪儿啊？先到我的房间。我师兄是不是真的出事了？已经很明确了，安文山先生被他们控制了。季先生，您别太紧张了，放松点儿，先喝点水。来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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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住，这个笔记本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，绝不能交给任何人。季先生，这中间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？什么问题？我想您确认一下资料的安全。这只是一本黄页，我怕特务万一抢到包，这么做起码会拖延一些时间。季先生，您做得对。那资料现在在哪儿？安全吗？你这么关心资料啊？季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份资料比你我的性命更重要。保护资料我更擅长，把资料放在我这儿也一定更安全。因为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资料安全送回的。对不起，我现在脑子有点乱。能理解。把资料拿出来，我带你离开这儿，我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。等我。是你，我带你走。
你放开我！得罪了季专家。季专家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。我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我怎么配合？我很了解你。季先生，你刚刚也听到了，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出了事，所以才会走漏了消息。刚才跟你接头的真的是特务，我才是你真正的接头人。你们都这么说，那你刚才甩开他，不证明你也没相信他吗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相信你。那你怎么才能相信我？水生记的灌汤包这句暗语已经失效了。接不上头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你现在出去，他们就会要了你的命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刚刚就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我那是在帮你，在保护你。就用这种方式。你听着，除非你拿出证明你身份的证据，不然我现在就走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会放我走，还是会杀了我。你站住！很明显呀，结果出来了。绑架我，拿到资料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我是可以用生命保护你的人，不信你就试试。这个我不上。季先生，这么危险，你干嘛乱跑？资料我拿到了，跟我来，我们走。你真是爱演戏，季专家，我跟你说过，他是特务。季先生，我知道你是被迫的，有我在，他伤不了你。季专家，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，也不会让他把你带走。季先生，你是科学家，祖国需要你，快过来。相信我。看来季先生还是更相信我，你输了。你看，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让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这下你知道了吧？输了就认，但是你还是嫩了点儿。不想季先生出事儿，把枪放下。你要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退后。再退后。你受伤了？我掩护你，快走！那你怎么办？有你在我更麻烦，走啊！走啊！你们两个去那边，俩人跟我走。是。
在你知道了吧？你受伤了。我掩护你，快走，走啊！对不起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没能让你信我，是我的失职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回家。这是哪儿？临时安置点。你帮我弄一下。按照原计划，码头接到你就应该过口岸，如果出意外，就把你带到这儿。打开。现在交给我了。刚才那种情况，我要是再分辨不出来，那我真是读书读傻了。你怎么发现码头接你的人有问题的？他的帽子是藏青色的，而真正拥有接头的人，帽子应该是黑色的。观察够仔细，果然是搞数学的。也算纸张我能算清宇宙运转的规律，但我却算不清人类的谎言与真实。资料丢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找回来，你没事就好。还没拿到资料。队长，这好像不是我们要找的资料啊。什么？都是一些数学的微分演算题，但题目很刁钻。给我搜！是。这是黑色吗？第一次执行任务。都是情报紧急，我看两个差不多。这是资料，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。等我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这一路就放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不怕出问题？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或许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看来你不像我想的那样。收好，这很重要。别紧张，都记清楚了吧？红气球，他们马上就要过口岸了，密切关注对面的动静，马上报告首长。是。啊，郑姐，快点！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要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资料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我知道你的本事，但他们人多又荷枪实弹的，你怎么应付？如果我喊趴下，你要第一时间抱着资料窝囊，知道吗？那你呢？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的。都是一条命，我不要你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。概念错了。你前天过境来香港，这么快就回去？啊，我来香港给单位采买设备。小姐，你的脸色真不好，生病了吗？有点贫血。走吧。我也想支持台湾，但你要明白，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某些小目的而得罪他们。你也是才入境香港不久？对。我们得知有一位知名华人专家前天抵达香港，是不是你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们来给单位买设备。什么设备？啊，一台精准仪，这个是采买凭证，
上面有电话。这台精准仪不在管制名单上。先生，这人对我们很重要，甚至对你们也同样重要。如果他通过口岸，他带走的全部资料会让我们的自由世界受到损害。这里是多福口岸，今天是不是有人在你们的店里购买了一台仪器，大型牌精准仪？哦，对，有2个人，1男1女。啊，内地过来的，能证明。我想你是对的，没有人可以损害我们的自由世界。叶小姐，我很高兴认识你。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吗？啊，男的姓李，叫李德华。好。女的叫庞红梅。好。包。莎士比亚。我大学是英语专业。拼写有错误，看来你学的不算好。祝你们好运。谢谢。请你现在马上就下令关闭闸口。不，这不符合规定。但请您放心，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下逃走。我再次请求您马上关闭闸口。好的，来人，长官，留住他。谢谢。让下，让下！哎，你怎么来，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快点啊！你别耽误我事，不能放！让我坐下！哎，对了，什么人呢？你这是？同志，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。这个时候还问这个？不管今天是死是活，总要记住你的名字。你绝对不会有事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？庞红梅。闪开！紧急情况，关闭闸口。拦住他们！关闭闸口！拦住他们！关闭闸口！闪开！快点闪开！哎，你们！闪开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跑！首长，辛苦了，季先生，欢迎你回到祖国。谢谢。嗓子怎么了？大夫，他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突然受到外力冲击，导致呼吸暂时受阻，再加上他过度劳累、过度紧张，引起声带受阻发炎，造成的失声。外力冲击造成的失声？报告主任，
香港拦截季丹阳计划失败了。失败？要是在大陆失败，尚情有可原，在香港啊！潘文山的研究，事关当今最先进的潜艇机密，而季丹阳又是顶尖的数学家，你马上就给我查，季丹阳到底去哪儿了？水滴工程到底在哪儿进行？你知道西川卢门？我父亲跟我提起过。你的卢门之行呢，是楚怀秋、楚公亲自点的将，他需要你的帮助。楚叔叔，丹阳同志，你回国之路的艰难，也印证了你们这些海外游子那拳拳的报国之心啊！好，下一个。庞红梅同志，组织上决定，让你继续执行下一步任务，陪同季丹阳，并保护他去卢门。卢门，你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。我们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志暗中协助你，一起执行这个任务。是，首长。你不会是要跟我一路吧？是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一路上也不会烦你。你干你的事儿，我干我的事儿，咱俩互不干涉。干嘛呀？这个笔记本里面都是国家机密，我知道首长让你尽快翻译出来，但不是在这儿，到了龙门之后再说。你觉得这个火车上除了我，谁还能看得懂这个笔记本？迪特如果拿到这个东西，那他们一定会找到能看得懂的人。我在这儿的意义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这个笔记本还有你的公文包，暂时交由我保管，下火车再给你。给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我有手有脚，随就行。行，我跟你去。你好，要报纸吗？谢谢。不用谢。同志，要报纸吗？要报纸吗？不要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免多多，告诉拿着。别动。哎呀，小慧啊！啊！哎呦，这个怎么刚回来呀？这，啊？今天团小组开会，耽误了一会儿。哎呦，我去给你热饭。哎，不用了，爸，一会儿我自己热。你坐着，来。坐着。哎呦，你这，哎呦，我给你揉揉。累了一天了，还要给我揉揉，行啊。我看你刚才又揉你的肩膀，你是不是老毛病犯了？哎呀，什么老毛病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怎么样？这手法力道还行吗？有长进没？力道行，手法嘛还欠点儿。特勤人员来电，季丹阳的目的地，卢门。水滴工程难道也在这儿吗？很有可能。据我们了解，当地电子仪器厂正在扩建，而且工程很大。卢门市公安局局长已经换人了，
新任局长昨日履新。谁呀？公安部张岩。张岩。我们在卢门的负责人是谁？雪狼，但电台已经静默5个月。立刻把这个电子仪器厂的来历查清楚，持续呼叫雪狼。我要在卢门及其周边所有外勤人员的详细资料。哟，白慧护士。哎，夏院长今天去卫生局了，他嘱咐我无论如何都要给您测一下血压。哎呀，我没事。厂长，您就测一下吧，这是我的任务。喂，张局长，你到火车站了？好，我马上出发。好。厂长，我不完成任务，院长会批评我的。白慧护士啊，这样啊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咱们车上聊总可以吧？快走。韩厂长，这么量您的血压是量不出来的。估摸一下就行。庞红梅，到。庞红梅同学，经查，你父亲庞世钊同志于1949年12月20日牺牲于西川省卢门市，但是很遗憾，组织上未能找到烈士遗骨。卢门就要到了，还给你。舍得给我了。我很好奇，怎么安文山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他们已经把我师兄控制起来了，所以师兄才把笔记本给我，让我带回来。因为我的专业是数学，我回国，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。而我师兄的专业是材料学，所以即便是师兄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他们也会抢走。原来是这样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欣赏在香港时候的你，不像现在，连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一路的保护。说起来，我应该谢谢你啊！不管多么不情愿，配合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。打起精神来吧，一会儿到了站，一定会有人欢迎你这位归国专家。来了，张局长，您好，韩厂长。这么大阵仗啊？都是为了水利工程嘛。快出去！同志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1号车厢停靠在哪个位置？哦，就在那个位置，前后距离不超过1米吧。
这可是归国专家呀，为国家做贡献的。我们得让专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啊，至少得有人献束花吧。快，让那个白护士准备一下，给专家献花。好，行了，我去办。哎。白护士，厂长喊你去献花。让我献花？是啊，你快跟我过去，厂长叫你呢。可是花在哪儿啊？花儿，哎，这不是花吗？现成的，去采一些。啊，来了。你怎么来龙门了？红梅，这可是公务场合。报告主任，庞红梅奉命保护归国专家季丹阳顺利抵达龙门，任务完成，请您指示。季专家，您好。你好。我叫张岩，欢迎你归国，投入新中国的建设。谢谢。欢迎专家归国。谢谢。红梅，红梅，保护专家撤离。是。没事吧？走，别走。咱们分头走，晚上落地关键。记住啊！别动！同志，我是公安局的，我可以给你看证件。不许动！你再等我开枪了！报告老师，抓到一名特务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！什么意思？他是我们自己的同志。你说你刚才也不说一声。我刚才说了，你也不听啊。怎么抓到他的？我刚才看他坏了。调度手册。客车的车次是不需要保密的，到站的时间呢也都是公开的，车务段、公务段、机务段、信号段各个部门都很清楚。吴站长，你看看这个，这都哪个部门有？这是调度室的，来这边请。哎，老孙，来一下。哎，站长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庞公安。你好。
老孙呢是我们调度室的主任，有什么事儿你尽管问他。您好，孙主任，别紧张，只是简单了解一下情况。这是你的工作手册吗？这是我们调度室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你们调度室几个人啊？一共5个人，现在就我们3个在。你们3个把那个小册都拿给我。哎。 谢谢。另外2个人呢？一个汪小超，他维修车辆去了；还有一个张阿水，刚才回来换了一件衣服就走了。哪件啊？就在那里挂着。照片里有他吗？哎，有。 哎，这个就是上边左边，这个是张阿水。孙主任，这张照片恐怕我们要借用一下。哎，好。对啊，你说你潜伏多年，你说暴露就暴露，要不是我那一棍子，你就交代在那儿了。好吧，我土生土长的卢门人，往哪儿跑？ 再说了，就算跑，也是带你嫂子去台湾呀，够意思啊！你知道，在火车站他们迎接的是什么人吗？谁呀？归国专家。那有什么用啊？你就算把他杀了，台湾能知道吗？雪狼知道。哎，雪狼，他还在龙门。要不是大任务，他们也不会唤醒雪狼。 所以这个任务，关键就在这个专家。哎，这仗要不做啊，至少还得要3倍的量。要这么多？你要搞多大动静？惊天动地。季专家，葛主任是我们厂的一流专家，一定能把你的嗓子治好的。季专家，感觉吞咽有疼痛感吗？ 有点啊，好，那你这是外伤性的炎症，或者是喉返神经受伤引起的。这段时间就建议你多休息，多吃点清淡的东西。我先给你开点消炎药，如果3、5天还不见好的话，我会召集专家帮你会诊。好，谢谢。我接到调令，接任卢门市公安局局长，是因为水滴工程，还因为你的父亲。 老师，我也不走了，您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，是去仪器厂的专项组报道，继续执行你们的任务。还保护他？季专家，这就是你的寝室了，条件是有点简陋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保险箱就暂时先当您的衣柜。哦。 这是您的饭票，好，您的所需的物品和资料，我明天上午派人给您拿过来。谢谢，季专家，祝您早日康复。您休息，哎，慢走，哎。哎，李科长，你好，李科长，正好找您。 哎，队长就在前面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咱们到时候仔细看，给你定好。哎，好的。报告，公安战士庞红梅前来专项组报道。队长，这是调令。队长。你是队长？怎么，不能是我吗？同志们，今天我们专项组来了一位巾帼英雄，关键时候能够冲得上，不错。不过有时候呢，就是比较冒进，分不清敌我。这还好枪没走火啊，让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，
跟大家一同战斗。报告队长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手臂有伤，所以必须要先控制住你，这完全符合应急处置措施。你当时的枪都已经对准我了，在已经控制的局面下，你总不能不让我讲话吧？那如果换作是你，那个情况你会让特务说话吗？再说了，你手里还拿着枪，我没有办法立刻判断你的身份。从枪响之后到你赶到事发地点，你觉得特务会站在那里等你去抓他吗？庞红梅同志，瞬间判断要准确，看来你还得练啊。是，同理可证，队长也应该练练，否则脑袋怎么能让特务打？哎，其实啊，我们队长看你是女同志，故意让着你的。那如果特务也是女的，队长也让着吗？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找时间我教队长2招。哼，好，等你伤好了之后，让你这打铁女师傅好好教教我。是。同志们，我们刚到卢门，特务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，可想而知，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得是多么的艰巨。今天是我们专项组成立的日子，我来介绍一下。这位是魏同斌同志，来自武汉。这位是厂保卫科科长李光明同志，卢门本地人。这位是丁杰同志，来自山西省公安厅。这位是徐长生同志，来自广东省公安厅。这位呢是庞红梅同志，来自公安部，也是张局长钦点的爱将，也是我的小师妹啊。本人陈东升，当过兵，除了资历比你们老一点，也没什么可介绍的了。队长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当过侦察连连长。小师妹是哪儿论的？公安学院，我是53届的，你是56届的，你说呢？季专家，季专家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？我去文具店买尺子。这么大的厂子，没有您要用的尺子。我需要的尺子跟您理解的尺子恐怕不太一样。行，我跟你去。我，李科长，先雇你陪一下他，我去报备。这。我说季丹阳，这些东西你都要亲自来买一趟。哟，现在连专家都不叫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后在公共场合就叫你本名，保密意识。就这画板，还有那画架啊，跟你工作有关系吗？麻烦帮我结账，刚回国，没带人民币。哎，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！这也是命令吗？对。这些都要装起来，都要。7块5。来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谢谢啊。来。没钱结账，有钱在这儿吃凉粉，还这么辣，你嗓子不要了。我是红梅啊。甭跟我红梅的，谁跟你这么熟啊？请叫我庞红梅同志。同志，你买的东西已经给你装好了。这个穴位还不好扎呢。哎呦，这感觉麻酥酥的。哎呦。哎呀，百病之始，皆生于冷热寒暑，清湿喜怒啊。这得懂。也颈椎还得注意，小心呢，不能太劳累。最近这个仪器厂扩建啊，我们市运输队也跟着起早贪黑的忙，真累的。哦。赖叔好。哎，小慧来了。啊。小慧啊。刚下夜班，不好好回家休息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那你都在家呢，我回去干嘛呀？我在这儿给人出诊，我回去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休息不好，营气不足，肝郁气滞，
脾胃虚和、营血运热，我都会。那行，明天你坐这儿给人家看病，爸爸在家休息啊。我倒是想。还是咱们中国的小镇有味道，小桥流水人家。这是上边左边，这个是张阿水。站着别动，我马上回来。别动啊！干嘛去？别跑！那是个孩子，他有人掉水里了，我去看看啊。啊！季专家，谢谢你啊，小心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没事，谢谢你，护护伞，小心点啊，谢谢。危险了，孩子没事了，季专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呀？你这浑身是透，别感冒了。快让他穿身衣服。爸，这是刚回来的专家。哦，我们家就在附近，要不你去换身衣服？哎呦，快，去换个衣服。谢谢。金烫，你怎么能下水救人呢？你是归国专家呀。嗨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吧。这什么呀？这么苦？板蓝根，清热解毒，让你预防下感冒。还治疗咽喉肿痛。听你这说话，嗓子都哑了。谢谢啊。哎，我记得你。在车站上，你给我献过花，叫什么名字？白慧。白慧。哎呀，小慧啊，季专家这个嗓子一听啊，就是受了外力给伤着了，哪是什么咽喉肿痛，你就乱说吧。叔叔，您怎么知道是外伤所致啊？这尤其刚才还吃了碗凉粉，现在嗓子是又麻又疼。小点声说话，哎，少说话啊。爸爸，要不你给季专家治治啊？我，季专家这么重要的人物，我能给乱治吗？行了，等季专家这衣服一会儿干了，赶快让季专家早点回厂里吧，别耽误专家的时间。你呀，坐吧。白慧，你爸真能治好我嗓子？你等会儿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身穿白西装、大概这么高的人？你好，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瘦高个穿身白西装的人？对，刚刚那
个救人的就个子高高的，也穿了一身洋装。对对对，外地人吧，咱们这儿可没有穿洋装的呀。他去哪儿了？眼瞅着是不是跟白大夫走了？白大夫。爸，要不你就给他吃一吃吧。就爱管闲事，你这个……爸，你也是好人。你又知道了。刘洋回来的嘛，建设国家的。刘洋的嘛。外国回来的啊。哦，叔叔，我想拜托您帮我治治嗓子，要是能治好的话，就太感谢了。你这么信任我吗？信任。我爸可神了，保证谨慎见效。又瞎说，去把针包给我拿来。哎，拜托您了，让我看看。平时疼吗？有点。您好，您知道这附近有个姓白的大夫家在哪儿吗？晓不得。哎，您好，同志，这附近有一位姓白的大夫，您知道他住哪儿吗？知道，从这往上走，拐个弯就到了。啊，谢谢啊。你这嗓子受外力所伤，刑侦主穴就应该是天突、少商、合谷、内庭、照海。来吧，季专家，开始刑侦了。好，你不用紧张，放松放松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别动。你要不想让他嗓子废了，就别动。我记得你是跟季专家一起回来的公安吧？你别担心，我爸是在给他治疗嗓子。谁让你治的？你别说话，你闭目养神。哎呀，你要不动啊，他什么事都没有；你要是一动呢，他这嗓子啊，就真的废了。我是负责他的安全的，我对他的安全负有绝对的责任。我现在请您立刻把针给我拔出来。小同志，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给我下命令，针已经下了，不能半途而废的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这儿。小慧，哎，给公安同志沏杯茶，让他放松放松。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唐公安，您喝点茶吧。你放心，我爸行医多年，不会有事的。喝吧，这是大叶冬青，性凉味苦，清热解毒，很适合你现在。我一看你这就是五心烦热呀，上了实火了。哎，你是不是那天在火车站给他献花的同志？对，是我，我叫白慧，是厂医院的护士。啊，你厂医院的啊？啊，家里就你和你父亲？是啊，这么多年，就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，这么过来的。那他母亲呢？小慧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这是我养女。小慧的亲生父母啊，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。你亲生父亲呢，是为国捐躯的。母亲呢，过去是咱们卢门兵工厂的秘书。那年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，很可惜，没躲过去，遇难了。所以呀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带着她的。这卢门也有兵工厂？对呀，就是你们仪器厂啊。解放前它是国民党的兵工厂，解放之后就成了仪器厂了。哎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现在可别问他，季专家，一会儿把那个药呢给你服上，明天早晨醒来以后啊，把它洗掉，你就可以说话了。今天晚上就吃点流食，多喝热水。
无组织、无纪律，谁家你都进。不经允许就让那大夫给你治，你了解过他吗？他什么身份呀？可靠吗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所有人都在围着你转，能不能替我们考虑考虑？中共的水滴计划，准确的选址就在大陆腹地。哎呀，我们的空军优势也是鞭长莫及呀。很显然，他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。那边就是台湾海峡，一旦中共有潜艇，那么这道海峡将是我们永远过不去的天堑。要不是因为水滴工程搅得我们寝食难安，我也不会让你来担当重任。放心吧，李署长。队长，我申请能不能换个人跟他？我没这能耐。这我可做不了主，这可是张局长亲自给你们安排的任务。可是我一会儿把张二水的报告给我。这是你的房间，因为你是女同志，所以特地向厂里请的，你可别嫌小。谢谢队长。早点休息。诚心的吧？怎么样了？好点没有？能说话了没？还不行是吧？我就知道那大夫神神叨叨不靠谱，我找他去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好了，你再说两句。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。这白大夫可以啊，专到病除。不是这么严重、这么认真的事儿，你这跟我开玩笑呢，跟我装呢？你在香港暴躁，在火车上神经质，现在就算到这儿，你也疑神疑鬼的，想抓特务想疯了。你才疯了呢！啊？好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对同事的父亲，是不是也太没礼貌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乱跑，不想想自己的问题。好，从现在起，我要工作，我要认真工作，这你总不用再盯着我了吧？季丹阳同志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除了我，还有一双眼睛，也会在背后盯着你。那就是特务。昨天季专家落水，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他不得好好表现表现？这好事我怎么遇不上呢？我水性好，要人家主动呢，咱们可没这手。哎，你说不会是季专家落水昏迷，然后白辉紧急抢救了吧？那可说不准啊。哎呀，这错我干什么？白辉同志，陆秘书，白辉同志，这都饭点还在工作，真让人钦佩。来，我来帮你。我自己来就行了，这就是正常工作，有什么可钦佩的？我听说你昨天跟季专家在一起。哦，是啊。他落水，你救他，你还抢救了？这谁说的呀？是一个小男孩落水，季专家下去救人。我都不会游泳，我怎么救人呀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谁说的呀？现在厂里出了好多流言蜚语，你看你就这么一接触，流言蜚语就来了。白辉，这一点你可得注意啊。
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注意什么呀？白护士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季专家，我叫骆珊珊。骆珊珊，我记住你了。你好。你嗓子好了？哦，好了。哎，替我多谢你父亲。没事儿，救人嘛，都是医生的职责。季专家要是真有心谢呀，就帮白慧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。现在可是有不少人嚼得舌根呢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没事儿没事儿，珊珊开玩笑的，你别听她的。哎，坐。白慧同志。哦，旁观。哎，坐。这么大的地儿，非得杵在这儿。白慧同志，季专家嗓子好了，还得多亏了你们，替我谢谢你父亲。没事儿，白大夫在卢门可是非常有名的。是啊，妙手回春，针到病除，而且啊，还有大医者的风范。你们过奖了，其实就是个营生。针到病除，当得起。I will enter only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, keeping myself far from all intentional ill doing. 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学医的不都应该都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白慧同志应该听懂了吧？季专家，你刚才说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，那是大夫说的。我们护士是南明格尔誓言。白慧，你还懂英语啊？一点点。我还以为学医的都一样呢，学习到了。旁观，现在是新中国，我们是革命的医疗工作者，有我们自己的誓言。如果说英文誓言的话，大多数人根本听不懂。有没有可能是在卫校的时候上过英语课？恕我直言，没有。不过倒是有人学俄语。啊，谢谢葛主任，你忙。不客气。同志，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。同志。哎，你好，同志。干什么呢？我是厂里的水电工。刚才啊，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，我就赶紧过来看看。有人批准吗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有人报修我就得过来，这找人批准。我报修的。你好，修个水龙头也不行啊？证件看一下。工作包。陶红梅同志，这里是专家楼，不是在火车上。配合一下。配合。同志，那个坏了的水龙头在哪儿啊？这儿。哎。季专家。哎，陆秘书。季专家。陆秘书。红梅同志也在。我是听说专家楼有报修，我过来看看。怎么样？修好了吗？啊，他这个垫片老化了，换个新的就行。行，该修的修，该换的换，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给专家们的生活带来麻烦。尤其是储物的房间，你也得好好看看啊，别等人家来了以后出问题。你就放心吧啊。行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先回去了。季专家。
没说完呢。好了。哎，好了。哎，董事长，那我就先走了哈。拿好东西。哎，有什么问题再打电话啊。您费心。好吧。老师让我转交给你的。楚公这是考我呢。这些都是你算的，是不是得需要一块小黑板？这道题是不是刚归于水利工程？不知道，这不属于我的任务范畴。最好是。算好了。这么快？算的对吗？对不对？你也看不懂啊。